我有啊，開始啦！快點！歡迎收睇今期嘅求其生活。今期我哋嚟睇曲棍球比賽。幾多個人啊四個，四張。三個小朋友啦。我哋今次嚟睇嘅係最後一場 FIH 女子曲棍球世界超級聯賽。呢個比賽呢係國際曲聯主辦嘅頂級年度賽事，匯聚咗全球排名前8嘅女子國家隊，通過主客場循環賽制爭奪冠軍嘅。咁乜嘢係主客場循環賽制呢？就係每隊需要同其他7支球隊進行主客場雙循環比賽，一共14場，積分高嘅呢就晉級總決賽。让我们一起倒计时，3、2、1。咁參賽嘅隊伍呢，全部都係世界排名前8嘅強隊，例如係荷蘭、澳大利亞、阿根廷同中國。咁我哋睇嘅就係最後一場中國對英格蘭。冇理由咁都揾到唔到㗎。後翻過嚟啦，打腳就呢度。水貼嚟嘅，有水先黐得到㗎。今晚嘅比賽從7點半開始，每場比賽60分鐘，一共分為4節，每節15分鐘。我哋睇到好得意嘅喎，中場休息嘅時候，佢哋會灑水。就咁樣，比賽結束啦。好遺憾嘅係，我哋輸咗2球。體育比賽就係咁樣，有贏就有輸。最重要嘅係可以帶小朋友嚟感受一下國際級賽事嘅體育競技氛圍，都幾好㗎。好啦，今期節目就到呢度，下一集
求其生活，再見，拜拜。